生这个父亲啊，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是被烧死了。于是他就把那一个烧焦的孩童的尸体，火化，然后把骨灰做成项链，戴在自己的胸前。然后呢，这个过了几天，突然有人来敲他的门，然后在门外叫他：爸爸，爸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赶快帮我开门！然后这个父亲啊，他心里想：怎么会有人在外面敲门？是不是想骗我？我的儿子啊，根本就已经死掉了。你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对外喊：你不是我的儿子，你赶快离开！所以这个父亲啊，在那一天，他才真正的失去了他的儿子。这个故事告诉我说，我们其实啊，可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生活当中的许多现象。一行禅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训练自己用无相之眼去看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表象。比方说，我们在喝水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这一杯水，它之所以会变成水，它其实是有一些因缘的，会变成我们杯子当中的水，其实是有一些因缘的。它可能就是天上的云，然后变成了雨，落下来，到了河中，然后经过水厂过滤，然后才来到了我们家，变成了我们杯子中的水。每一件事物都是各种因缘的聚合。如果我们可以去理解到这个道理，就比较不会去执着于现在的表象。比方说，我们在很多场合，比方说工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贤贤是从事服务业，那有些客人呢来到店里，就摆了一副臭脸，然后口气不好，然后我们心里可能就会也受他影响。可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去想说，他可能是有什么因缘啊，导致他现在这个情绪不好，来到店里。我可不可以理解他？他是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昨天工作很累没睡好，或者是今天早上刚好跟老婆吵架，或者是跟先生吵架？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来摆臭脸给我们看，那他此时此刻肯定是受苦了。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他受苦了，我们也就不忍心再跟他斤斤计较了。我们只会希望他赶快走出此刻的辛苦，所以我们只会祝福他赶快走出此时此刻的辛苦。那如果我们用祝福的心来看待别人对我们的不是那么友善的对待，那我们也就比较能够释怀了。所以后学觉得事无好坏，其实分别都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其中都是因缘的聚合，我们就比较不会执着于当下的表象，也就比较能够用自在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人事物了。好，接下来呢是听的部分。听的部分呢，我们借用仙佛的词语来提醒我们：莫听邪声，恭纳圣音。我们平常啊都会用
很美味的食物来养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会用什么来养我们的自信？我们会用什么来养我们的灵性？或许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所看的、所听的，就是我们灵性的食物。那我们检视一下，或许检视一下，或许啊，有时候看的啊，跟听的啊，好像不是很营养，所以我们或许要提醒自己，给自己的灵性的食物是否对灵性有帮助，对灵性是健康的，是否能够提升我们的灵性？所以仙佛就提示我们了啊，莫听邪声，那些会干扰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去听。然后别人讲的不好听的话，我们要能够去善解。好，怎么善解呢？好，或许这边呢也分享一个故事。有一天，佛陀呢就问他的弟子，问比丘说：“我这一把盐放入这一杯水里面，这一杯水好喝吗？”比丘就回应他说：“不好喝啊，这盐放入这一杯水中，这太咸了，水就变难喝了啊。”佛陀又说：“那如果把这把盐丢到河里面，请问河水还能喝吗？”比丘说：“可以啊，因为河流那么大，一把盐根本影响不了它。所以啊，别人说的话，如果像那一把盐，那我们的心是像杯子，还是像一条大河呢？如果我们的心像那一个杯子，我们的心就像小小的杯子，那我们的心就要受苦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就像一条广大的河流，那么那一把盐，不管是盐，不管是糖，或者甚至有毒的东西，都影响不了我们都不会受它牵动，我们还是一条广大的大河。所以在心的部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接收到的资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后学就期许自己要练习让自己的心大一点，也许现在还是一条小溪流，但是我们慢慢练习，透过平常的刚刚讲的，就是去观这个因缘聚合啊，要因缘观，然后再来是否能够善解，是否能够同理，用这些练习呢，让自己的这一条小溪流慢慢的变成大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心量能够像大河，甚至像海那么大，那我们就能够含纳百川。别人对我们说的话呢，我们其实都能够虚心接受，或者是能够善解。另外呢，除了别人对我们说的话之外，其实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常常会出现一些声音来干扰我们。有时候那些声音啊，是正向的，是积极的，是鼓励我们的。有时候那些声音呢，是负面的，会让我们失去信心的。那我们要如何锻炼自己，让这些负面的声音少一点呢？其实啊，我们的大脑是会根据我们对自己的对话而产生改变的。各位同学是不是
也曾经会因为别人说，哎呀，这个像有一些人就是在后学，有一些老师啊，在后学小时候就会跟后学说，哎呀，那个你可能就是文学比较好，然后数学比较差。那后学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所以后学也就跟着说啊，后学就是数学比较差，所以就从国中本来考90几分，然后到了高中呢就考0分了，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说，哎，那就是比较差。好，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后学对自己说，不行啊，我也是可以，我也是想要好啊，我也是想要好，所以后学后来高中的时候就逼迫自己，自己内心喊话，我的数学是可以进步的，所以后来才摆脱了0分这个困境。所以很多研究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我评价会影响我们的大脑，进而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定位哦。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对话就很重要了。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对话，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背景音乐。各位以前都会看电视剧或者是看电影，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背景音乐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可能是这一部电影的灵魂，它会影响这一部电影的整个氛围。同样的，我们内心的声音也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步调，也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情调。所以我们可以经常对自己内心喊话。比方说，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没关系，我们这次没做好，下次再努力。当我们很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哎，今天辛苦咯，好好休息。当我们心思很纷乱的时候，可是又要好好做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很专心，我现在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可以的。透过这些自我对话来给自己心理暗示，然后慢慢的让这个背景音乐把自己调整成自己想要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那后学呢，觉得说的容易，想必各位前现在心里可能会想说的容易啊，那就是有时候就是很烦啊，怎么还有时间还会想要跟自己内心喊话呢？又说的都蛮会。的确，有时候我们的心念啊，就是让我们无法掌握，无法安定下来。不过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安定下来，后学屡试不爽，就是我们每天晚上9点，是不是都会读经？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经典的声音透过前贤的读诵，进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跟着读，心情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或者是透过参班听课来聆听经训，这些正向的能量其实可以抵消我们内在负面的声音。就像朱熹他写的那一首诗《观书有感》，里面有2句说：问时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生活的这一条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或者是说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心境能够清澈，甚至能够让自己觉得，我们每天的心情啊都很甜美，甘之如饴。问渠哪得清
清如洗。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清净？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因为不断的要有源头活水灌注进来。而我们所聆听的经典，我们每天晚上读经的那个经文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心性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源头活水。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近这样子的声音，让自己不离心性，源头活水不断的灌注进来，身心灵才得以清净。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心都能够调整好，然后好好的休息。所以心的部分，后学也期许自己要能够心量如海，堪纳百川，不离经训，正己修身。接下来我们来看说话的部分，言的部分。仙佛慈悲，不出非言，言必中肯。我们常常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跟别人对话，但是呢，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不要先急着说。有人说，很会说话的人会得到听众，而善于倾听的人会得到朋友。所以我们在说之前，要先懂得聆听。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聆听对方说话呢？这也很重要哦。因为如果我们用一种愤怒的心，我们就听不到忏悔。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在工作的时候跟对方起冲突，对他很生气，或者是在家里面跟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也会难免会有口角、意见不符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如果我们一直让自己处于这种很愤怒的情绪当中，那么别人说什么，我们都听不进去。就算他今天诚心诚意的要跟我们道歉，我们可能也很难接受。所以愤怒的心就听不到忏悔哦。另外，如果我们用带有偏见的心，我们就听不到恭敬。比方说，有时候别人看到我们，就很热情的跟我们说：“哎呀，你好啊，怎么好久没来了啊？欢迎你来哦。”如果我们心里想，这个人对我这么有礼貌，这喝累，是不是有什么对我有什么要求？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听不到他真正要表现出来的恭敬。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去听，就很关键咯。如果我们可以用很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对方说的话，先不要加入自己的评价，那我们才能够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也只有我们听到对方最真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们现在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们可能偶尔会苦恼，我要说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跟对方在一起这今天要去访亲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但仔细回想，那些打动我们的对话，往往都不是什么长篇大论。所以说，一言不中，千言不用。如果
我们没有用心的去聆听，我们讲出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打动对方，讲再多也没有用。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话说多不如少，话说少不如好。所以今天就算我们只是要3言2语来跟对方互动，我们也要记得要讲的是善言良语。善言良语要怎么说呢？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很难，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有先接住对方的情绪，讲这个善言良语，真的是3言2语就可以达到我们聆听对话的目标了。比方说，今天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家人下班回到家就心情不好，说那个老板真的是很无理耶，乱发脾气。然后今天那个客户也真的是一个OK，一大堆无理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可能不是要听我们说你就应该要怎样做你怎样他就不会这样了或许以前都会这样说，就是面对小孩回来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就不要抱怨但是这样讲了之后，对方可能就结束这个对话了，因为他觉得你不了解。所以呢，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同理对方。当你的同事当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跟你抱怨，你可以跟他附和他，真的你真的很辛苦那同事怎么这样你老板怎么这样那个客户希望他以后不要来了啦，不然我们出去走一走，不然我们出去买一杯茶，买一杯饮料来喝。那这样子的支持才能够提供他一些情绪价值。相信各位前都有听过情绪价值这个词汇情绪价值呢很重要。有的人很会聊天，就是因为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呢，有人把它套用了一个公式，说情绪价值等于情绪成本，就是你的朋友家人很烦躁的那一个心情，就是情绪成本。然后减掉我们提供的不对，情绪对不起，或许重讲，情绪价值就是我们跟他讲的话，给他的支持，减掉他的情绪成本。所以我们给他的支持越多，他得到的情绪价值就越大。好，所以呢有时候总归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其实可能不见得要给对方一些冷冰冰硬邦邦的建议，我们可以提供的是比较柔软的情绪上的支持，可能会让这个对话呢更圆满一点。好，这是言的部分，就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跟对方说话，可以怎么跟对方聊天。好，那在这里呢，后学归纳了几个重点，就是在言的部分呢，后学认为先听后说，然后用柔软的心去倾听，然后用善言良语来表达我们的真情，提供给对方满满的情绪价值。接下来我们来看动的部分。
动的部分呢，这个行动的部分，后学分成4个步骤，好，分别是愿、行、觉、正。好，这个顺序是愿、行、觉、正。愿的部分当然就是立下目标，目标越大，力量越大，愿大力大。再来行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立了目标，既然立了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啊。好，即知即行，然后朝着我们的目标笃志，朝着我们的目标，好，不要我们要立恒志，不要恒立志。所以立下目标就朝着目标的前进，不要3天2头的就放弃。好，所以即知即行，笃志修。再来觉，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犯下一些缺失，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来反思，来觉察自己有没有犯下了一些错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觉察的功夫呢，就需要我们专注于一。如果我们专注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觉察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犯的缺失。再来正，正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的朝着我们的正轨前进，所以要持之以恒的培养我们的德性。所以后学就用这一句话来简要的说明正的功夫：持之以恒，培厚德。那接下来后学就针对这4个步骤来做报告。首先呢，愿的部分呢，后学觉得我们立愿就是要确定我们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啊，每天都在立愿，我们每天都在立愿。那立什么愿呢？我们就做什么事。所以立什么愿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啊没有愿的话，那就不叫生活了。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愿，也就是说没有目标，就好像一艘船在海里载浮载沉，也不知道要飘到哪里，那就只是漫无目标的活着，就不是有目标有方向很充实的在生活。那不过愿呢，它需要具备后学自己的归纳自己的想法是，后学的愿啊可能会具备了3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高于目前的能力，是希望能够提升自己，所以我才会立下这个目标。第二个就是对自己有帮助，对他人也有帮助。首先要对自己有帮助，能够提升自己，自己能够有所收获，我们才会想要去做嘛，对不对？所以首先要对自己有帮助。你立了这个愿，你可以先问问自己说，这个目标可以让我收获什么？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想，这个目标可不可以对他人、对社会、对我周遭的环境也有帮助？如果这个目标它能够有利他心，利益他人的心，那么这个目标的力量一定会更大。第三个原则就是，它必须是可以自己执行的。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目标，它还要借助别人的帮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了别人就没办法去做，那这个目标就等于没有用了。好，所以后学觉得立目标有3个原则，供各位前贤参考。第一个就是高于目前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对自己对众人有帮助，第3个就是要能够自己就能够实行。好，接下来行的部分呢，就是实践。后学觉得
我们立下目标了之后，心动就要马上行动，所以说即知即行。如果我们立下了一个目标，却没有去执行，就好像呃有一些员工都会说啊，老板就是很会画大饼啊。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后学自己也会给自己画大饼啊，就每年可能就会想到了，就想说，哎，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可是没有去做都没有用。就算这个愿啊，就算这个目标多么的好，对众人多么的有益，但是没有做就是没有用。就像你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挂在墙上，一开始看了，每天都会有感觉哦，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呢，挂了几天，它可能旧了啊，然后沾灰尘了，你最后就会把它丢掉了。好，所以呃，实践的功夫很重要。虽然说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有的人把困难当成阻碍，就停下来了，就说：“哎，看吧，我就知道，哎，我这个目标行不通吧？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也有人会把这个困难当做垫脚石，遇到困难代表我可以提升，我有提升的机会，我要想办法让自己走过去，越过这个困难。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困难就不是你的绊脚石，而是你的垫脚石。这个困难是帮助你提升自己的一个方法，呃，一个呃一个助力，一个助力。如果它是你的垫脚石，那么你要开心的对自己说：“哦，还好有它，我才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所以不要怕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所遇的困难，这些困难往往是我们提升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资粮。好，再来呢就是觉，觉的功夫呢就是要觉察，要时时反思。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其实这个三呢是多次的意思。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我们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念头产生，或者是我们做错了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马上觉察、马上改变、马上修正？所以，佛陀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不断的进步，就要有觉察的功夫。然后呢，在觉察之前，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我们觉察的能力啊，必须靠我们能够专注。那这个专注呢，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好，比方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练习专注，后学都会这样子告诉自己。好，当后学，比方说后学早上要准备上班之前，是很忙碌很忙碌的。那有时候就会因为急着想要完成所有的事，所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到，哎，等一下我要干嘛？所以我们就在慌乱当中反而做得更慢。会这样子，就是代表我们不够专注在当下了。那后学就会用一个口诀，就是4个字：现在我要。好，后学就会用现在我要洗衣服，现在我要专心开车，现在我要好好的读书，现在我要专心吃饭。用现在我要这个口诀来帮助自己专注在当下。如果我们能够专注，就比较能够觉察到我们的缺失，或者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专注，我们也比较能够
快、有效率的做好我们当下在做的事情。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够专注，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危机。后学前几天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哎，绿灯亮了，然后这个前面有2台车已经开走了，可是后学是第4台，后学排在第4台嘛，所以后学前面还有第3台车，然后第1台车开走了，第2台车开走了，那个第3台车呢，就是绿灯亮很久了，它都不动。后学只好按喇叭叭叭，然后他本来可能在滑手机，抬头一看，哎，绿灯了，有人叭叭听到了，然后抬头一看绿灯了，于是呢，他就赶紧的往前开，结果就在他慢慢的往前开的时候，那个绿灯变红灯了，所以他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闯红灯了。还好当时这个对向的车并没有赶着抢快，不然啊，危险可能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所以专注对我们觉察的这件事情来说是很重要的。再来，第4个步骤就是正。好，正呢，后学认为就是修持的功夫啦。修就是修持，那修就是修正，持就是持之以恒啊。好，后学觉得这个前面3个步骤都没有很困难，但是持之以恒这件事情呢，后学是觉得蛮困难的。就像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啊，是不是很难？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比方说运动的习惯，比方说每天阅读经典的习惯，是很难的。那就像孔子说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此无止也。我们之所以会功亏一篑，都是因为我们自己选择放弃的啦，不是别人叫我们不要做的，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相反的，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无往也。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持续的前进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洞，我要把它填平，就持续的挖土，直到它填平为止。我的目标在前面还有一段距离，我就持续的前进，直到我到达为止。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完成目标，或者是说把修持自己当成日常的话，那可能就比较容易持之以恒。因为我们都很习惯日常嘛，对不对？比方说起床就是要刷牙，有没有前嫌今天刷了明天不想刷的？没有嘛，就刷牙已经成了日常，所以每天都会刷。那有没有人今天吃饭了，明天不想吃饭的？有没有人今天洗澡，明天不想洗澡的？好，应该都是日常，都是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会去完成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就把修行、修持当做我们的日常，就像吃饭、睡觉那么的自然，那可能我们就比较能够坚持下去。好，所以呢，后学快要来做结尾了。好，后学今天的这个生活之道的报告，其实就是希望后学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设计师。虽然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完美，就像后学刚刚在一开始说的，后学觉得好忙好累，睡不饱，然后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不满意，对人不满意，对事不满意，可能有时候对自己做的事情也不满意。好，不
不过呢，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日常生活的练习，从视、听、言、动做起，然后去慢慢的练习，从内我们做视与听的内在的修炼，然后从外我们在说话、在行动的实践，能够去秉持着我们在经典、在日常学习到的这些原则，让自己内外兼修。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环境的动荡啊，或者是我们人事的纠纷啊，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波动，然后朝向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安定无忧的目标前进。接下来后学想要分享一首道歌。
伸手伸来看破，得与失成与败，信念坚定，凡事能错过。若遇到闲来的时候，贯彻始终，随尽现成熟，禅求。陈老师，美纯讲师可能比后学回来了，对不起，后学还没有结束，等一下后学剩下一些，等一下后学。好，那后学来做一个结尾。好，抱歉，后学刚刚不小心按到离线了。那后学来做一个结尾，就是讲到这边呢，后学想要说，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哦，那我们就是要懂得去接纳自己。最后分享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住在乡下的老农夫，他每天都会带着2个水桶去河边打水，其中一个水桶呢是完好无缺的，每天都装着满满的水回家，但是另外一个水桶有裂缝，所以每天把水打回家之后，都只剩下一半的水。有一天呢，这一个破掉的水桶就很惭愧的对这个老农夫说：我觉得我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每天这么辛苦的走下山，然后去溪边、去河边打水，可是呢，每次你这么辛苦走回家，水却只剩一半。我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这时候老农夫就告诉这一个破掉的水桶说：来，你看看那个路边，你看看你那一边的路上有什么？破水桶一看，他发现他那一边的路上沿路开满了漂亮的花朵。这时候老农夫就跟这个破水桶说：我当然知道你有裂缝，所以我就在这个你这一边的路上撒了花的种子，这样我每天提水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帮这些种子浇水。日子一久，
路上也就开满了现在这么漂亮的花。如果没有你的裂缝，这条路就不会这么漂亮了。所以，各位前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而生活当中难免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生活当中的这些缺憾，正是我们要浇灌慈悲心与耐心的时刻。如果我们能像农夫一样，把水桶漏水的遗憾，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如意，转化为滋润我们生活的一个养分，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相信也会绽放充满智慧的花朵。后学今天的报告就到这边，感谢各位前贤的聆听，希望我们让生活成为修行，让我们的平凡也能够享受幸福。谢谢大家。那刚刚在报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冒犯到各位前贤，请各位不吝指正。谢谢各位前贤的护持，晚安。点赞师，各位领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今天非常感谢美群讲师跟我们分享了生活之道，因为修行即是生活嘛，生活也是在修行当中，所以处处是道场。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处处都是修行的好地方。当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了视听研动。那视听研动呢，可能每一天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所必须的。当然在视听研动的过程当中，当然在就是有的是在社会上有时候是有的需要去认真的看，那有的就是不需要去看。那听也是一样啊，倾听别人的诉苦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功夫。那么听了以后，你要如何去改变，如何去引导，这是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也必须要去学会的一些理念跟功夫啦。那么在言的时候呢，当然佛规有跟我们说要谨言慎行嘛，在谨言慎行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好朋友还是道亲之间，有时候会太熟悉了，太熟悉的时候呢，有时候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人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在言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什么在十善业里面，口就有占了4项嘛，所以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要在很特别小心的去讲，不要好的也讲，坏的也讲，什么都讲。其实讲话要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讲，才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去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因为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过错可能都不会去犯，但是小细节、小的细节呢，要去特别注意，要去特别注意。还有在动的过程当中，美尊讲师跟我们愿行结正嘛，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4个步骤就是，或者是听的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心动，但是呢，很少就会付诸于行动。所以在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的过程当中呢，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实践力可能力道要更大一点，不要说啊，有时候我们时常会听到一句话嘛，要知甲好甲在，要知甲好甲在，有时候咱是好甲在，咱有马上行动嘛，有时候是要知我嘛较早做诶，要知我嘛较早去学诶，所以要知参好甲在，你是要拣对一项。所以我们时常听到了嘛，听到有一句很好的话了，说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嘛，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宽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嘛；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等等的话语，就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要把握那个当下。那个当下你可以控制，你可以利用自己，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把它做得更完美嘛，而不是要求别人怎么样。所以或者是感觉在视听言行的过程当中，或者记得说，我们六祖坛经那个定慧品后面呢，六祖跟我们说了，真如有念念真如嘛。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但不染万境。所以我们的视听言行也是见闻觉知嘛。见闻觉知就好像我们的生活之道，为什么道上面要有两撇？两撇就是一个是是，一个是是，一个是非，一个是对，一个是错，一个好事，一个是恶事，它是二元对立的。既然二元对立，但是我们要如何不受它干扰，不执着，然后才能回归一嘛。回归一在哪里？一在自己的身上嘛。自己的身上你要有一个走字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行走，就是道了嘛。所以生活之道完全都不离开自己，今天非常感谢美纯讲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么精彩的内容啦，让我们也可以在学习当中呢获得很多的丰富的知识，也可以在我们修行当中呢慢慢去调整自己，慢慢去调整自己，让它更完美、更美好。或许就简单报告到这里。我们请点燃师呢跟我们分享勉励鼓励，好，谢谢。感谢领任慈悲。领任还有副领任组长，各位贤贤大德，大家安安啦吼。今仔日呢，感谢咱美纯讲师呢吼，针对着这个生活之道呢，甲咱讲甲非常的详细，嘛，经过呢，伊家己考试了后，互咱更加更较清楚。当然，伫人生来讲起来，咱生活之中呢，嘛伫这个世间之中，嘛伫这个社会之中呢，其实讲起来有足侪的不圆满。当然伫人生来讲起来不圆满呢，有人更加不圆满。亲像讲师伫开头的时阵呢。伊所放出来的迄个影片，有当时咱甲想，咱感觉讲咱足苦，感觉讲足不如意，但毋过若看到遐，他们是不是更辛苦？但是伊并无因为因的作务而产生了着苦，伫因的作务内底。来生出了着智慧，来开出了着美丽的人生。所以咱也甲想，因伫迄个当中内底，无
无甲因的不足，因为咱感觉会痛苦，因无感觉痛苦。伊当着即个问题来增强着家己的智慧，佮来呈现了着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讲呢，伫即个世间的好甲歹来讲起来，其实是看咱安怎去甲伊论断啦。当然讲师因也嘛甲咱讲甲足清楚。因为伫咱的世间当中呢，当然人讲三界无安啦。既然来到即个世间，伫即个人生的内底，每一个人拢有一本经在上啦。每一本经在上无共款，但是看咱安怎去甲伊，去甲伊看待啦。要定着是因祸得福。因为讲师嘛有讲过迄个故事嘛，因祸得福。嘛有人因福得祸。所以讲伫种种的因缘内底，咱一定爱去，人讲讲伫顺境中要有无常观。伫逆境内底爱有因果观。伫世间内底点点滴滴，无人无爱，无人爱无好，但是佫袂当讲咱爱的，咱拢得会着；无爱的，咱会当甲置于千里，甚至袂当发生。那伫即个世间，伊的真实就是安尼。当然安尼来讲起来，嘛就是咱过去所造就而来的。伫即世当中呢，来呈现。所以有句话咧讲，咱爱欢喜做，甘愿受啦。就是讲我过去安尼做甲足欢喜的，伫即世呢，咱爱较甘愿去甲伊接受。当咱撞着逆境过了后，人会讲哇，佫过一劫啊，佫了一个劫啊。所以讲呢，伫即个人生内底呢，本来伊就是有不足的所在。这是伫人生当中呢，必定会发生。所以讲呢，咱释迦牟尼佛佫有咱观世音菩萨，有一寡王佛将呢，敢毋是就是体会人生的无常无奈，以大舍掉荣华富贵去修行。为什么会安尼？人生的写照就是这样。为了对伫即个为了伫即个无常，唔大互伊开启他的智慧，他要去寻找到一个常。所以讲呢，伊会当去事件照见着人生，伊本来就是五浊世界，难免就是有生老病死。就像天地之间呢，有春夏秋冬。所以讲呢，伫人生的内底，咱若会当去甲伊体会，咱爱随遇而安。我们用着感恩的心，来了掉一切。甲咱的正念，讲师嘛有甲咱讲，咱若看咱的心念用正能量来讲起，伫你的人生圆满，每一天呢，拢会使讲过去无好的时阵，这就是咱每个人的价值观呢，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所以讲呢，伫咱的内心呢，要安怎去甲伊建立一个正知正见。凡所一切，我们都用着感恩的心，你就会过得非常的快乐。而且呢，感谢咱美纯讲师啦，事实讲起来，甲咱讲到非常详细，讲到有够意。相信咱大家这物件，佫是咱日常当中可能容易对去记忆着。所以讲呢，非常感谢讲师的用心啦嘛将伊这主题呢，嘛甲伊甲阐述甲淋漓尽致。而且感谢咱美纯讲师的慈悲。也感谢各位浅显大德，或者在这里祝福大家能够平平安安，
顺环如意哦。感谢点传师慈悲。好，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向无其他母行三鞠躬礼，全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戴耳读经见。